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到104节，民数记11章第1节到第9节，罗马书16章第17到2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服侍什么人？咱最近拢咧读出埃及记吼，咱知影出埃及摩西去到埃及的法老王的面前，安尼甲伊讲，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讲，容阮我的百姓去伫旷野来守节。这是伫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的经文所记载的。佮接续有几若摆，就是伫即个10个灾难即个中间起落落，每一摆摩西拢甲即句话带到伫法老王的面头前。然后有伫第9章的第1节，摩西安尼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入去见法老王，对伊讲，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容阮我的百姓去，通服侍我。咱对安尼通知讲守节，守节即个 feast， 即守节即项代志，就是即个中文现代译本伊咧讲的敬拜上帝，也是咱今仔日的主题所咧讲的，讲来侍奉上帝，所以这都是同款的意思啦，吼。换一句话讲，出埃及记是即个出埃及即项代志是上帝所赏赐落来的救恩，互以色列人会当脱离迄个做奴隶的生活。但是到落尾，上帝就是爱才会受到拯救的以色列人，着爱专心一意来跟对伊，来敬拜伊，来顺服伊，而且佫较需要来服侍伊。咱伫9月20号的主日的信息的中间，摕着讲以色列的人，因真习惯即个埋怨，有即个埋怨的个性啦，有即个习惯啦。那其实咱若要真正要论的时阵，咱会发现讲，会埋怨的人，伊并毋是用上帝做主，伊是用家己的需要，看见家己的痛苦、困难，完全用自我做中心的即种的思想。所以因为安尼，所以咱伫民数记的今仔日的经文11章即个所在，咱看去。因对遐个甲因做伙出埃及的即个外族的人，因目空赤，因食玛纳食甲咧野线啊！因袂记只讲，因无物件通好食的时阵，因安尼讲，阮古早伫埃及吼，坐伫安尼鼎边吼，有肉食到饱啦吼。这是伫出埃及记的16章第30个所在所记的。但是当因食玛纳食甲野线的时阵，因阁安尼讲，自随互阮肉通食。阮记得伫埃及的时阵，阮食鱼免钱，也记得有黄瓜、有丝瓜、有韭菜、有葱仔、有蒜仔。当阮的精力高达无半项米，除了玛纳以外，伫阮的目睭前无别项米。这是咱咧讲好还要搁较好吗？还是讲富足的人永远嫌无够呢？还是讲一寡欢喜埋怨，还是讲真习惯埋怨的人，伊永远会找一寡物件来埋怨吗？因为因拢用自我来做中心，认为上帝对因无够好，认为外族拢侵占因的权益。伫还未进入迦南地进前，伫对上帝还阁无够熟悉的时阵，迄种选民的自我骄傲已经出现啦，开始分你甲我来保护家己的权益，却袂记得因是捌做伙同受苦，袂记得因做伙蒙救恩。
因却开始来分党结派。对以色列民族的人以外的人，开始来排斥。当然这是上简单的啦，因为都无共民族嘛，过来咧，开始对以色列内底的家族分吗？这亲像共产党的策略啦，联合次要的敌对敌来打击主要的对敌。然后再挖倒转来甲次要对敌来三斗三弯啦吼。这毋是得到上帝救恩的人应该爱有的特质，佮较毋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品格。我想即种的问题一直拢有存在，特别是若一个家庭开始拄着即种家产遗产的问题时阵，有倒会出现啦吼。对信仰来看，保罗甲罗马教会信徒提醒，伊非常明白安尼讲伫今仔日个经文。兄弟啊，我劝恁着省察遐个分党脱爱的，就是背恁所学习的教示的，搁着闪避因，因为即号人无服侍咱的主基督，是服侍家己的腹肚。用因的机卡谄媚的话来迷惑正直的人的心，因为恁的顺服已经遍传伫众人，所以我为着恁欢喜，独独论到好事，我爱恁有智慧；论到歹事，就爱恁清白。想事平安的上帝要紧紧踏碎这个撒旦伫恁的骹下。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甲恁伫地。这要真做咱今仔日的提醒啦吼。当咱今仔日咧面对这个防疫的时阵，面对总统的选举的时阵，咱会当感觉讲，伫这个内底有一个力量，敢若是要甲美国会团结来跳离，互社会充满对立。暴力的代志，拢一直存在。咱今仔日是真正需要小心来防备。伫好的事顶悬，咱爱有智慧；伫歹的事顶悬，咱着爱清白。咱毋通用即种暴力的方式，也是讲拆离的方式。咱检测下通无共意见。会当支持无共款的政党，但是咱袂使被分裂。对政治是安尼，伫教会内底信仰搁较是安尼，因为咱所服侍是上帝，毋是咱家己的腹肚。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民数记第11章，第1到第9节，罗马书16章第17到20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服侍谁？摩西到埃及去跟法老王见面的时候，这样说到，他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的经文。后来来来回回几次，在十灾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摩西进去跟法老王见面的时候，都是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又这样说。上帝告诉他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5章的时候是讲守节feast，有一个节庆哈。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说敬拜上帝。
那在第9章这个地方是说侍奉，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最主要是要侍奉上帝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要求，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上帝赐下救恩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脱离被奴隶的生活，而终究呢，上帝是希望他们能够专心一意的跟随他敬拜他，顺服他，来服侍他。那么我们在9月20号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以色列人那种埋怨的个性，他们的那种习惯。那其实在埋怨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需要啦，自己遇见的痛苦啦，困难啦，可以说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想法。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在民数记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记载了，他们开始对那一些一起出埃及的其他种族呢，开始眼红啦，他们开始对吃玛呢，也觉得厌烦啦，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这样说了。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这是出埃及记第16章的第3节。当他们对玛拿吃了厌烦之后呢，他们又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等，起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嚎啕的哭，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现在的我们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似乎是我们在说的好还要更好啊。那富足的永远嫌不够啊。然后是说喜欢埋怨的人呢，他永远就是喜欢埋怨，就找理由埋怨，或是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认为上帝对他们不够好，他们认为外族人都侵占了他们的权益，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还没有认识上帝够深，他们那种选民的自我骄傲就开始出现了，开始分你我，开始分党结派，开始排斥，对其他的种族开始排斥。我想这是最容易的了哈。再来呢，是不是开始对以色列民族里面的家族开始彼此对抗呢？这就好像那种共产党的策略哈，联合次要的敌人攻击主要的敌人，然后攻击完了之后再转脸向次要的敌人来彼此斗殴啊。这不是蒙上帝救恩的人应该有的特质，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面看到很多家族就是因为遗产出现问题这个是最容易出现的。那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特别的在这方面谨慎。保罗在给罗马教会信徒的提醒，他非常明白的提到，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劝告你们，要防备那些制造分裂、摇动别人信心的，背弃你们所受的教导的人，要远离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再侍奉我们的主基督，而是在满足自己的肚子。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老实的人的心。大家都晓得你们对福音的信从，因此我很为你们高兴。我要你们在好事上面聪明，在坏事上面无知。赐平安的上帝就要摧毁撒旦，使他屈服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恩给你们。我想这样子2000年前对罗马教会的提醒，今天也是在对我们做提醒。
特别是在面对今天的防疫的问题、总统的选举，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上面似乎有一股力量要撕裂美国的团结，让社会充满的对立，让暴力充满在这个社会里面那种气氛。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小心防备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可以支持不同的政党，但是我们不可以被分裂。特别对政治是如此，特别是在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必须是服侍上帝的，而不是服侍自己的肚腹。